你讲八大行业哈，都一个一话哈，娱乐啦，有一段那个日子那是属于我的工作。他要的东西其实都很简单啊，我们就给他啦。原来你的眼皮没多少啊。这边也是有跟法官求情啊，要讲咩讲，讲係冇怪我事啫，唔見你都冇做下行業，唔做得到嘛？係講係做得到，係絕對冇去做，都多見面係咧咁去做咯。但是我哋答應講，梗係鼓勵做挺好啦。哦，我唔可以冇從事那個行業嘅啦，多見係有冇去從事那個行業。哦，我呢啲撞，呢個冇。来我来。早上到點來啊？係啊，7點啦，後來又。做咩佢做晒？佢做3、4點。也係5點半啦跑過來，打唔得好，6下7下半點鐘得，要再多加半點鐘，那好呢，也冇嘅。哦，你綁，安尼綁的都揪啊嘞，哦，要是安尼打的时间也耐哈，唔好掉割呢。其实不用往后，这样前进比较好看。顺手了就哦，哦，哦，这样就可以了哈。哦，做得太好，哦，好贵人哦。我说你说，哎，凉快一下。你们平常都几点上班啊？早上啊？现在工作了，这个6点。我说明天，今天6点我知道，说你们每天。每天6点。哦，这可以的哈，没有那么赶的哈。对，6点到10点还可以的。阿姨几点？啊？你几点？我自己哦，哈，我4点多都中来中去，就去那个阿姨哈，那边去拿那个稻草，哦，她说你们打电话过来，她要过去接你们，啊，我说那我回去要推要载那个肥料哈，又载肥料啦，又推那个水要浇那个苗的啦，啊，我又打电话，昨天跟我儿子说，啊，明天你早一点过来，哦，帮我载那肥料，说什么哈？啊，小姐要过来工作呢。好，你看，好到哪里去了？安尼，後擺電影監啊吼，都唔到啦，哦，後擺聊同朋友都聊過呀。水果台是也個正常啦，哦，水果台就講啊，
脑中央无通到咩？啊，水果体会都，你讲啊，在即个心肚里位信息咩吼，都惊人嘛，哦，反正伊嘛古来都真做，文姨妈就点点，啊，文姨妈因长发时都是这公外堂的，哦，免得有会错角度。我打算讲咯，啊，哈，政府很吵哦，啊，但伊安尼那么，这伊安尼爽爽下，佫成功啊，伊是佫吃啊。我用的，无相同啊，伊长放起来，放起来，硬是拿蹲啊，还高高有好诶，对。你看同桌人家哦。哎哟，无法无像就是喊人来个，喂送又无歹法送啊，200-300就送5行啊，行按钱啊。很多风哦。哎呦，嘢唔可以就捱得晒面啊，咁夾下嘅錢啊，係咪？一夾下多錢點啊？管啲啊！好嘢嚟要醫嚟，炒嘢嚟要壓落嘢，沒辦法。啊搶唔使啊搶錢老闆啦，點啊？使人家說呀，我比也冇用味了呀，一啲是有惡事，100塊呢哦。係咪？唔用啊，邊人工做人炒到咁炒到1-2萬可以呢？你付啦？依係，差唔多會降啊。依係要人工咩？唔免買嚟做行嘅呢，跟住有咗價法嘅哈。平常话在蛮好炒肉哈。哎呦，下雨哦。Hay hoẹt. Bên ông đi qua quán đi để ông quay hoài tao. Ôi! 你信哦？哎，不要啊！不要放起来哦！没关系，没关系哦，明天再一起算啊。没关系，反正没有拿你还欠一张一张就好了呀，一张钱还要这样子照谁敢来拿？还是拿嘞，一张绿色就好了。你欠我的哦，没有拿哦。来，我拿给你。你看，好好老板，一赶紧来，张绿色呢？快点哦！Rồi đấy. 来了。一张绿色就好了，那一张绿色就好了。阿爸，谢谢啊。好。谢谢。最主要还是人工啦，人工方面那个话咧，哦，今日继续明年做咩啊，一直做到采收，哦，采收的时间咩还继续整理，做工当最多。以10年来讲，到12年开始，今年一个讲是还做1年吼，差不多10万元，一定要做差不多10万元的工钱，啊，我太太冇算咯，哎哟，
20万有呢。爱想想啊吼，人好神的话吼，安尼天内反面，拢爱甲伊夹盐啊吼，夹花圃，做围墙，花圃唔可以过围墙，矮矮的，啊个清车，包括今日春叶的时节，有个规划改好的路线，新年来有个改好的蔬菜面交。阮迄阿哥。做铁工的，人家个足球门，着庙的啊，着庙的，都着搭家厝的啦，在够疗效啦，网用咩毋免个标准的啦，但是因为意思相同，相对来讲啊，有遐东西因为你咧有准备的，乡，我看个变相，因为像一个可能有一个工作台，前面像一个工作台，可能因为都一个 L 型啦，像因为都可能会装个泡茶蔬菜啦，总共量一些，不爱太现实，因为莫地都卡自家啲泡茶，出来同着游客因为来面对面，泡茶比颜色也好，像都包括像。偏油类，像很多有冇都偏油的招待所弄的像有冇过来去，像有冇都问游客就除了蔬菜。我每天想的就是哪边可能增加什么，哪边可能增加什么，一年增加，到后来你回头去看的时候是很吓人的。这些东西搞不好你要几百万。你要多少？你要累积多少才可以做得起来？各种东西啊，你慢慢的无形当中，钱就给人家，就去做嘛，唔攀的，你永远就达不到那个目标。有的东西你跟老一辈的讲，没有办法，很难。一条柳丝机，存的都做好都留起来，就买起来。做乜嚟做呢？我爱见到上去，留到几笔上去啊！我留到几笔上都固定了啦，以后这样上去有笋就一直卖，一直绑，就这样，不会给它再多了。今日打同埋同样太，然后炸。有一就是送水嚟炼养嘅好呀，都顺咗水我同佢咩，所以掉咗嘢呢個茶嚟佢掉落去實，哎呦，人生撞到嘅塞會要生煙呢，所以你撞到嘅，撞到過後還有很多工作又在做咩，做到都就痛到不行了。痛哪里？痛这里是不是？痛这个地方？这两边。会不会痛到两边屁股？前几天有一点。前几天会不会痛到两只脚？有时候有会两只脚不是说很痛啦，就是去工作回来就是哪是筋那个筋不流通这样子。先帮你照个 X 光确定一下。跟肾脏有关系。那跟肾脏应该没有关系。
阿姨，我跟你讲，你这几个电工片看起来吼，比较像是那个腰去扭到或闪到，迄筋络的问题，不是神经的问题。嘿。有一点股市这样。一点点股市多少都会啊，年纪大了多少都会啊。就是对啊，2年前也是有弄到一点啦，他就好到这几天才弄到了啦。就有医生人在做咯，给你。因为总共就4模拟图，唔免安尼比呢哈，比呢开呀。你問下，咁唔係就講出去個喎。一直講身體好幾好啦，身體好都做都唔怕。哦，马航过买去啦。一個可以，冇嘥個，嘥嗰個先係。放冇行嘅。哦，係。而家佢都冇。有啊，得。而家佢咧，唔拖，唔拖。按同伊那个老师也系落雨咧，落下来都安尼盡快唔記嘅呢條出，我唔覺到死嘅啊。敢用嘅喏。冇死嘅都殺咩？都殺開得身體如果洗冇你咩？因為過天啊，在頭度那風啦，免熱風啦啊，你講伊話沒講過後生啊咩？時陣人說來講都還是哎呀莫安壓也好嘅啦，但是這個生活空間還是要有啦。唱首歌。啊？他唱歌。唱首歌。别害羞啊！没有，唱不出来。没有，没有拿麦克风唱不出来啊。哎呀，可以的。快点哦！唱大声一点，没有听到。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最后一句嘞。月亮代表我的心。拿头呗。我拿你头呗啊！这枪，哎，捅哪一下？要捅哪一下？你要我不看。这里面进来。可以，好。叫恁白头家喏吼，啊早日生贵子哈。好。
做假樣假，竟然喊媽媽去啊！我就嗌唔到就講我。佢強吼。係，佢聽啊，係啊。做嘢後生嘅嚟講啊，見到伊嚟講啊，都有啲順應嘅，嚇，有啲嚟講啊，如果結婚嘅話都順，有嚟個嚟講啊，啲家庭嘅嚇，嚟講啊，嚟都有啲接應起來，嚇，嚟投標嚇，亂。华灯班中哦，他是父亲，我是儿子哈。儿子听爸爸的话也是理所当然啦。但是就是说有时候就是对阿哥姨妈就是金钱方面班长是看得比较紧啊。是啊，不是，来听了那个我都有限都听书咩，硬係起來講爸爸嘛，我想到要聽下有錢啲嚟咩，又改係嚟聽書嘛，所以叫你去所以市場係買係聽書做下啦，都互相幫忙咩，我哋都講都也係有老師講精神有幾好咩，唔可以講唔好啦，但是你提出來一擺嘛。了解下你啦，安做可能你睇會點變白啊，精神動好啦，3罐礦一個小水，你50塊半啦。你個幾塊啊我？好。小水一個後面哦。看冰兩個要食無？這個。也算4點半的，也算不足的哦。有啲2點人3點有去的，未翻嚟不做的咩？安尼有差不多多少個時間啦？去都前年來才來買。你邊個較強呢？哎呦！伊這算一個流程啦，伊這算一個流程啦，咱這做個咧，阿賣我就幫去車頂啦。這幾年回來都是跟都探險啥嘛伸手要錢，那種感覺不好。不管比較年輕的時候，過後長的時間就沒有這種動作了。為什麼40幾歲還要這種動作？那我這些基本的，我覺得還要伸手跟人家拿的話，我就剛剛都話，你把它是拖死的那種。伊咧思想各方面出差嘛都因為講，若是講佇路邊歹家浪蕩，以前呢講酒店以前弄的弄的。做咩？唔好講捱唔做啊你啊！唔好講3日打5 4日4秒，係咪？你執得到嚟啊？執唔到咩啦？係咪？因為才嘛走唔晒，甘願弄出弄邊出頭來。有個人咩？也係參加乜嘅啊？有時安尼啊。掛位安尼，苗面嘛比賽啦，種伊先出傳承安尼掛位，安尼絲掛啦、蝦米掛啦、木掛啦，反正掛類就說啦，傳承出先出400年，一定要台北一方掛位，挨住台北安尼蝦米掛，有要。傳承哦。係傳承，台灣傳承。這麼簡單的吼。呼吸啦，係。有沒有？也是公司裝。也個係真熟啊。也是真熟係咩？
太结束完吼。有去爱参加这100组去解啦。人们苏训的啊。这个苏训的啊。也啥呢啦？什么刀？什么金级别啦？按多重哦。好像苏军那边台北做班长没有做苏军了没？哦，87年，你那苏也就85年，也要摕国旗大学。一零年啊，没钱，没钱就别人考 MP， 你没钱，你怎么讲呢？没有，一零年没失败。失败如果2年过一讲温度样啊，哪怕是也是过10年时间，那说到牺牲人要做马中心咯，係咪？啞巴本來做講伊係條件一家冇加到啦，特別總統就話哦，伊反正要2000有加咩，係夾班總夾班咩，3萬，結果10萬都冇加到，啞巴說啊，感恩嘅，你邊做我感恩嘅，啞巴說安尼死咁啦，即係離開人係亂嘅。就離開，也是講，以前人出鋪咩，媽唔啲，要係阿媽，老阿媽，就當然講說打扮出門說，你說掉錢獎啊，特別人講安尼。你特別會講要死路在嗰度拆啊，真是唔正常。買種寫煮嘅種是睇種買去拆嘅，所以我全部簽印制度啊出案嘅。幾行一度升咯？係啊，18歲嘅，所以仲可畢業嘅，就1年我開起了。所以開入嚟呢，有人老人家到咩？下做樣摘咪上下做樣這是安泰路水咩？下做樣摘。我就買筍做嘛咯，冇做嘛咯，啊，冇摘什麼都能買筍的石頭咩？個做嘛咯？又冇買有石頭。冇意思喊咯嗬，種什麼都。咱們都石頭喲，咁我哋都做石要做嘛個啷個冇呢？喂，哦，好，我。也是没有早点是把早点没的。来，我们去哦，我们去采番茄哦。今天帮你出货的话，明天就会收到。没有哦，现场采，我们每天有新鲜采新鲜的，啊，不可能说浪缸，采那个，送东港啊，屏东东港啊。好，那你给我地址好不好？20至6号。不用，就是货到付款就可以了。
对，15箱10斤的就是9000块。嘿，我知道。哦，这样子，哦，9000块就不含运费了。我知道。好，吴小姐，9000块就不含运费了。还有那个3箱，你是同一个地点是吧？你是寄同一个地方吗？5箱同一个地方哈。那你干脆你订6箱好了。6箱啊，我用6箱的话，我会用另外有外箱给你装。哦，那你，哦，我叫阮囝甲你讲好无？好，要较重少甲你出来呢，好无？哈，我即摆晚啊，哦，等下哈。慢了，慢点。喂，你好，那个，小姐您贵姓？哦，陈太太哈。陈太太，你的电话几号？手机。我打过去哈。你看中午有时候真的是不敢吃啊，对吧？董主任唔敢吃，哎呀，这么多了，其实因为那些都是压力，你没有去动不行啊，所以说番茄季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机会感冒啊，是这样子的，你不敢去感冒，讲真的，所以明夜我每天我要去配给说，要500-600斤，那500-600斤那个有没有？数量要从哪边生出来？你说生就生啊？你这个物件是安全蔬果，我们保证里面没有农药残留。你们可以进行在里面小可食一个摕较济出来请安尼啦莫拢放伫巴肚，下暗搁要食饭的好，那我们继续采出来再称斤，好不好？多少？因为你采，刚刚我有讲说采多少算多少。对啊。他多少？130斤。130，那我的多少啊？好多。你回去不要放冰箱啊。找到就采。你那个还可以。50，可是我破100。爸爸，你去装水啊。哎呀！什么叫啊？对上口啊，我改等于味啊，对嘛？改味啊，压力。近几段研究都天桥里，天桥里，太阳晒都干了呢，那做乜嘅都变掉嘅，做乜嘅冇看啊，你都要看啊，係咪？那有香港是家来吃港的秋天安尼吃法。香油冇香啊。香油冇香，嗰時我已經講嘅改唔得啦。做到有孬咯，係咪？你裝嘅碌卡冇裝好來有孬咯，係咪？咩地冷下，係咪？冇事啊！我都可以坚持的，也没变过寒的，看我做嘛咯。所以讲啊，漫无目的，是我现在有没有好都系见一下嫌弃，漫无目的，
做嘅加做呀，有做咩嘅，冇做咩嘅，我不用聊。哦，可能有时候讲就讲气话了，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哦，今天我们有那种动力，就是说有经济的来源。哦，我想说我想去买一个电脑。哦，我想说我要去买什么东西，我就会想去赚钱，赚了想去买那些东西，那就是动力嘛。哦，那我完全没有动力啊，用空想的，想到后面又没有，那是很累。我们以前在外面啊，我要买一台轿车，要买新车，我就去拼啊。我每个月很安分的，我就要去做我的工作。我某一部分的钱我要去缴车款。要做什么生活会要什么，我们自己会去安排。我们今天以前又不是说靠家里在生活，我们都在外面上班啊。那我们今天如果这么烂的话，我们今天什么东西公筷糖的没都一毛黑的哈。你光是工作，老板说那好，弄个1个月。弄个10天给你就好，不用太多，太多你会给你花掉，怎样？讲不过去了。阿东呀，我因为没嘛改呀，都很简单的，思想观念问题。那没有办法改变，就维持现状，就现在这种心情，很无奈，只能苦笑，出去找乐子，都很简单，机会对你讲呀，难的，哎呀，突然就这么简单就这样子他们也搞不清楚真的。因唔顺的时间，他把心肚里一个人讲心肚里的障碍啊，心理障碍啦，有时候会有啦，所以讲因为有东西啊，好像我们的人讲呀，张老师那样，你嘛，张老师嘛，你还没打电话别时间，张老师都很讲咩，有嘛事情讲出来唔怕，心肚里会够强爽，最无伊嘛，还有一个伊嘛人讲呀，倾听的对象，有乜人咩？有乜人有乜講，有乜忙，係咪？你唔使嚟講，又唔怕，講你會，伊會處理。應該伊喺度做應該會做回去，伊咪講半的人，係咪？但是說你講話，個難用你啦，所以講當一下會要當一清楚，係咪？嗰樣你講個停止唔到，然後我應做，我這邊做嘅藝術應進步我唔做你都停頓那啲咧，唔嚟叫我做唔到，係咪？有人自己做來看，來發現問題做乜嘅，唔都見行咗。這就是人生啊，來講很順利古來也同樣有一個立足點，求個立足點。那你立足點的時候，你還要求好。那求好，你覺得說我這樣子不夠，我這樣還要弄的時間，就是說你要突破什麼，那你很難去溝通的時候，可能唔會想放棄，可能唔會想再講，可能一插門唔會想講嘅，但是總是還放在心裡。如果你把它擺爛的話，睇現實也開唔起，睇現實嘅呢個我就係會冇壓力用，冇好，啱攏會想通。如果說我的人生照着你們的，
人的想法、人的看法、人的讲法一行的时间，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很无趣了，没意思，也是很累。我盘常不没上头。哦。头一盤咯。常不啊，才是一大瓜結症。看樣啦。你工地保的問題啊？咩麻煩啊？我等下來檢查咩？現在看先。我查看一下哦。我慢慢先落去的。你打咩咯？係。喺上空下啲錢點？只是你還會ฝุ่。啊，好，很多吃藥還得敷啦。來，先來呀。哦。就是晕啊跟吐的那个症状更明显。大概几天了这样，就是晕的情形？晕的情形3天。第3天，前一次是1个多月前。而这是晕啊，停不下来。那现在还是很晕的这样子。因为我稍微头转一下，还是说那个动一下，这边整个都是晕的。眼睛闭起来，原地踏步哈。原地踏步啊。踏50步哦。现在可能没有办法。那就尽量就好，因为可能会偏那，我要看你偏哪一边。应该可以了，大概知道了。而你这个是那个内耳的前庭神经发炎造成的。可以做了。那就好像一台螺旋桨飞机，2个螺旋桨都在动，就会飞得很顺。如果一边突然变得转得比较慢，或是不转，飞机是不是就会转了？就一样意思的。那它现在是左边的前庭神经发炎。我是想能够离开1次也好，就真的1次。如果真的要回来，我不是不愿意，我愿意。可是我希望这个回来的方式是，不是我们自己摸摸鼻子回来，而他也上可以上，不会。对啊，这个差别是不一样的，我们才有那个机会去谈说，那你是不是给我们一个比较固定的收入啊，或者是什么？阿伯每年都人生也冇鬼錯，阿伯每年都我都古來阿個屯田橋，都一生年都聽嘛，阿伯感到我唔甘願咯，真正我唔甘願，但是唔要奈何，我去到不要做乜嘅咯，係咪？做到好的喎，做到唔好咯，再一次喺古來時間，又會成為笑柄。
讲的吼，每顿饭几高的。哇，伊台风的，我是台风哦，伊台风伊拄啊行啊，诶。有孙高啊，哎，我放心嘛。伊往后推遮个林子慢慢。我咱慢就是我多无啦。所以莫孙高呢。哎呀，孙高嘛。好。你是孙高。啊？啊？对。啊？你你撞喺咩啦？我睇到短信咩？你食完啦？啊？啊？ตัวก็คงไม่บนเทียนรู้ฉกตัวก็ตัวเทียนรู้ดิบก็รู้เทียนรู้有些东西新买的，等碰回去掉啦。哦假都卡不买的，假这个都卡不买的，那大呗，板凳补的哈。开起来补。红菜锅有得补哈。上多的补的没，啊，听到。因为咱那个晒也晒死的，地方奶很松松啊，还很 OK 啦，还很利于它生长啊，那边不是啊，南田，但是中国那是呢，南田有南田的好处咩？无天打过材料哦。
嘛也顺啊，也顺产出来伊嘛，唔会嫁出来伊个真的咧咩？民意来见啊。我爱真论讲咩，论上论下啊，想产的就真啊想咩。我佢估得到，有时讲一路开发结果，甚至于那采过系咪宿舍就讲啊，带嗰度讲啊，唔系讲种作嗰度，唔是比较强人啦，冇强人即个会做名行啊，我名行我就写条话会当多，也爸爸迄咪會講會來片來同開nhà嘅同埋導人按叫神咧唔多好啊，我还是神咧唔多好，那种氣質咯，อย่างไร冇好，有個是咧อย่างไร冇好，你哋會副作用嘅會負咧，我比氣質出來，咪得改門一下嘛，下擺出來又出來小嘅時間，可能我對下係啦，行嘅過嘅啦。企喺嗰係壓下嚟啦，要三不兩時嗰啲報告要講唔出來咩？佢依家你嘛算去關心嘅吼。梗係日來唔關心，咁我關心乜咯？要咁啊，錢嘅東西。係咪唔好關心嘛？今年係有進步嘅，有啦有進步啦，我感恩你哋，明日上工冇辦法，你感恩做出好咩？唔係那東西好。完全都看時間啦，課慢都冇好，要靠時間，要有志氣拿出來哦，慢都能表，都係咩？係面都係咩改好咩？雖然唔係講改順辦，但是係面都改好，我唔可以講乜好，但係面都係和氣個啦，和氣會生出咩？慢慢嚟啦，見係唔生出啦，見個和氣個啖時面都這個睇醫生身體健康啦，其他都順其自然啦，